各位兄弟姊妹平安，平安。真欢喜，今透早大家搁伫遮会用来参加透市的透早祈祷，即是咱搁来敬拜，咱来祈祷，感谢主。迄名我伊的上帝啊，我求的时，求你应我；我伫困苦的中间，你捌互我宽阔。当求你怜悯我，来听我的祈祷。战争、天灾、地动，咱来献上咱的祈祷，真正求主的怜悯，伫咱的这个世界中间，当声来开嘴。来
国家、社会、甲城市来献上咱的祈祷。伫最近做不管是伫咱的经济方面，还是伫足济恶当中的代志，咱真正需要主搁较大的力量，伫咱的国家、伫咱的领袖、伫咱的城市的中间，咱当声开嘴来为着咱的国家、社会、甲城市来祈祷。教会、家庭，即马就是这个城市上尾的一个防线伫这个所在，望上帝来保护咱的教会，互咱的教会常常伫社区，就是用做光做盐。咱当下开嘴，为着咱的教会、家庭，佮咱的牧者，佮咱所有的服侍，当工来献上咱的祈祷。边仔人讲透早平安，透早平安。咱同齐起立，咱来用这条歌来敬拜咱的上帝，咱来祈祷，咱来学乐，咱嘛来敬拜，咱大家扛起立。你要我可也无法。
的欢喜来到主面前，你的主把我的主显亮。咱大声来唱，我的欢喜，我的欢喜来到主面前，我开心的来领受，我的欢喜，来到主面前，你的唱歌，你的主把我的主显亮，你的唱歌我的主显亮。耶和华，我的石盘，救赎我的主啊！愿我的嘴所讲的，心所想的，伫你的面前，拢得到接纳。尽力我心，尽力我心，哦主啊，尽力我心，安静我灵，
上帝。我的信心，我的信心，天生跳起主的美，你是全能延长上帝永远第一天顶的何乐，只剩主上帝。亲爱的主上帝，阮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阿乐你的名，因为你看得一切阿乐，你看得一切阮对你所献上的。主啊，求你帮助阮，透过今仔早起时，阮伫遮分别阮的时间，来调起你，互阮搁一摆来领受主你的启示，领受到主你的恩典。也主，求你伫早起时，搁一摆浸入阮每一个人的心，求你的圣神浸入阮每一个人的心，来感动阮，来对阮讲话，来互阮得到主你新的恩膏、新的恩典，嘛得到主你对阮新的开力。主啊，求你帮助，也透过今仔早起时的礼拜，互阮搁一摆和你会当来三千军。透过和你三千军，我嘛要和你建立搁较亲密的关系。求主帮助，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透过今仔早起时的礼拜，也得到主你完全的引带、完全的保护、完全的恩典。也愿今仔早起时，将一切的荣光、一切的荣耀，拢归乎你。这时，我嘛要用主你所教导阮的祈祷文，做伙来祈祷。阮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灵亲像伫天灵。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有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日刺，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大家请坐。请拍开启应文，启应文第19篇，显着由我来启，会众来用。万军的统帅上主啊，我恋慕上主的殿院，到尾分去。万军的统帅上主，我的王，我的上帝啊！赤鸟啊，伫你的祭坛边做寿。徛起伫你殿院的人真有福气。对你得到快乐的人真有福气。因经过大扫山谷，变做泉源。因哪行哪有力。万军的统帅上主啊，求你听我的祈祷。保护阮的上帝啊，求你眷顾。伫你的殿院点一日，我宁可伫我上帝的厝过门。这声是日头，是灯牌，以互咱恩惠甲光荣。这声万军的统帅上主啊！信靠你的人真有福气。这时，请咱同心来祈祷。万军的耶和华，宇宙的主宰，阮称颂阿罗你，因为你的慈爱伫万代、伫历代，既然倚靠你的人，就要度过各种的试炼、各种的动荡的时代。最近国际的情势有真侪无稳定，实体的战争已经拖足久，
目前还搁伫进行当中。煞接过来有经济的战争，各国有真侪的不安，社会还搁有真侪天然的灾害，有地动，有火烧，这拢造成人民真多的不安。伫即个不安的时代，求你兴起人类的心中有良善，互和平平安临到伫阮所徛起的每一个角落。最近伫国内立法院朝野对立真严重，影响台湾的前途。求主你也将公平正义放伫阮每一个台湾的人民，甲阮领导者的心中，互阮人民还阁有领导者会当做出正确的决定，也做出符合国家利益前途的良善的法律。主啊，求你保守看顾伫阮富光教会，对牧者、中级团队，还阁阮正兄弟姊妹，求主你互阮伫即个世代，伫即个动荡不安的世代，互阮会当伫遮徛起，甚至发挥阮作为一个基督信徒的力量来安定社会。也求主你因带阮每一个人有良善的心，伫即个动荡不安的时阵，来引带阮身边的人来认捌你。今仔日是中秋主日，主啊，你徛着炉踏着即个中秋叶进入耶路撒冷城。民众拢欢喜来迎接你，你是弥赛亚，你是受膏抹的君王。但是今仔日双时嘛是受难周的开始。阮透过思想，伫过去你受到出卖、被审判，钉伫十字架顶，为阮留下宝血。这是何等的苦难！你是用何等的重代价，为阮洗清阮深重的罪，将阮的灵魂对罪的前面来赎回。求主你保守阮每一个人伫即个期间，会当来思考你为阮的付出，以及互阮知影阮每一个人的宝贵。阮将这个代志安尼祈祷感谢，摆咧伫你的面前，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享受上帝的话，即是请咱掀开圣经路加福音第20章45节到21章第4节。现着我来读。众人在听的时，耶稣对伊的门徒讲：着侍奉经学教师，迄个爱穿长衫行来行去，伫市场口互人请安，伫会堂坐官位，伫宴会坐大位，因侵占寡妇的家伙，调故意祈祷真长，以会受搁较重的刑罚。耶稣抬头看到好家人，将因的现金献落去奉献柜。伊搁看到一个散车的寡妇献2个铜钱仔落去。耶稣讲：我实在甲恁讲，即个散车的寡妇献落去的，比众人献的搁较济，因为因拢是献因所用剩的。毋过，即个寡妇虽然真散车，又搁摕所有的生活费拢献落去。今日经节读到遮，刷落去，咱要请圣歌队来献诗。因所要献的诗歌是主祷文。献诗刷，请詹牧师来正道。伊所要讲的题目是：做伙来敬拜，献上所有的奉献。
亲爱的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伫今仔早起是咱搁一摆到伫上帝圣殿，咱做伙来敬拜俄勒伊。咱伫开始分享上帝话进前，咱搁做伙来做一个祈祷。亲爱的主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会带领，感谢你的恩典，互阮通伫过去的一礼拜，伫你的保守，伫你的带领的内面，互阮到伫今仔日成的主日，阮搁带着欢喜敬虔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帮助阮，伫即时通安静阮的心，会当来注心伫你的话语，也来开阮的心，互你的话语进入伫阮每一个人的内心，诚做是阮的帮助，诚做是阮的鼓励，诚做是阮的安慰，也诚做是阮一生的祝福。求主你搁一摆透过你的话语来显明你的心意，也透过你的话语，互阮看见主你要对阮每一个人所讲的话。求你帮助，也求你来引带。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免。今仔无需要和大家做伙来继续来分享，咱做伙来礼拜系列。这个系列已经搁剩包含这届，搁剩3届，这个系列就要结束。无需是望会当透过这个做伙来礼拜系列，互咱会当搁较侪来思考，也互咱搁较侪来学习。当咱每一届咧敬拜时，当咱每一届来参与聚会时，咱会当伫无共的听事，伫无共款礼拜的内容中，互咱会当搁较深来经历，搁较深来领悟上帝的心意。今日无需要和大家来分享，要来和大家分享有关奉献，伫咱礼拜中奉献的这个听事。但是无需今日毋是要讲奉献，要安怎奉献，也是要奉献偌济钱，这个是另外一个主题。无需今仔要主要要来和大家做伙分享，咱咧奉献的时阵是带着什么款的心态？咱咧奉献的时阵，咱爱用什么款的态度来做奉献？这个奉献嘛，毋单是咱一般所想象的，只有金钱的奉献，更较重要的是咱每一个人内心的奉献。拄仔伫祈祷的是，咱的新人之主传祈祷，伊讲到今仔日是樟树主日，代表为今仔日开始，就已经开始要进入到伫受难周。为今仔开始，就要开始进入到伫受难周。当耶稣伊进入耶路撒冷的时阵，沿路有非常侪人伫遐大声欢呼和散那，因为伊认为看到一个君王要行往耶路撒冷，看到一个君王来到伫因的生命中。但是当过了7天了后，这原本喊和散那的人，却反倒转对耶稣讲，定伊是伫家。所以对这原本伫遐大声欢呼、大声伫遐欢迎耶稣的人，因原本所想象的，因原本所认为耶稣是无啥共款的。因认为耶稣爱奉献出来的，因认为耶稣爱做的是会当打败罗马的政府。但是因无想到，耶稣所做的是献上伊家己的性命。因无想到是耶稣伊行往是一个的道路。所以，当咱搁一届在思考樟树主日，也是咱要进入受难周的时，有一个主题嘛非常的重要，就是奉献。耶稣伊用伊家己的性命，诚做是上水的奉献。耶稣用伊的性命行往是一个道路，为着咱每一个人的性命奉献伊家己。所以，今仔咱做伙来思考这个主题，叫做献上所有的奉献。今日咱所读的经文，咱看见有无共款的人出现伫这个经文内面。这个经文也是记载，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了后，伊到伫圣殿，伊到伫耶路撒冷，伊拄着侪的人，特别伫圣殿的周围，伊看见无共款的人伫遐。当耶稣到伫耶路撒冷的圣殿，伊毋但看见有侪军队伊的军将，伊嘛看见有侪含伊不断地讨论律法的遮的法利赛人，也是遮的经学教师。除了遮圣经有描述的人以外，嘛有侪就是一般的民众，
伊嘛出现伫耶路撒冷，出现伫圣殿。但是透过今仔经文，咱看见耶稣伊用遮每一个人所表现出来的生命的态度，互咱看见遮个人因对生命的回应，嘛互咱看见遮个人因对因所献出因的回应是因的态度，因的回应是啥物？首先，咱先来看今仔咱所读的经文出现了啥物款的人。第一个，咱看见出现的是文士，也是咱讲是经学教师。为拄所读的经文，咱看见，也是对咱咧看圣经的时阵，咱常常拢会对应有一块的认知。但是咱要先了解，毋是所有的文士也是法利赛人，拢是这款，嘛是有好的经学教师，嘛是有非常认真的经学教师。但是耶稣常常咧批评的经学教师，因非常自我，因非常骄傲，因认为因是非常聪明的，因捌所有的律法，所以因就甚至用伊的律法，用因家己的学问，用家己的地位去压迫其他的人。耶稣嘛常常讲，遮的法利赛人，因是虚假的，因亲像在演戏一样，因无将因真实的表现，真实内心所想的表现出来，因拢亲像在搬戏一样。咱嘛看见今仔经文，佫有出现另外一个人，嘛伫圣殿的附近。这个人是一个好业人，这个好业人，伊到伫圣殿来奉献。这个好人来到伫圣殿来奉献。经文所讲，这个好业人，伊攞了非常济的钱，伊出手非常的大方，伊有非常济的财产，而且伊是丰盛佮有剩的。咱拄所读经文也所讲，伊是将有剩的放伫奉献内面。所以咱先看到这两个人，一个是人伫犹太人非常尊敬，伫耶路撒冷内面，这个城大家拢非常尊敬这个经学教师，因为大家认为因非常学问，大家认为因会当解说律法，认为因非常有社会宗教的地位。然后另外一种人是好业人，因非常好业，而且有剩，而且因过了生活是过了非常的舒适。但是，佫有一个人出现伫圣殿，无写着伊的名，嘛无对伊有足侪的描述。这个人，伊是一个非常善者，而且佫守寡，佫是一个富人人。这个圣经描述，伊毋但非常善者，伊佫守寡，而且伊佫是一个富人人。咱在伫当时的社会制度，无像是即马的女性因非常独立，会当有家己的经济的条件。但是伫当时耶稣时代的富人人，因若是无一个先生，无一个通互伊倚靠的，伊就无任何的身份地位。所以当伊的翁婿离开伊，伊就真做是一个无身份的人，伊嘛无法度继承财产，所以伊等于嘛无经济，嘛无社会地位，伊只会当靠别人来帮衬伊。伊只会当靠别人来帮衬伊。而且这个经文伊所描写的，这个寡妇伊非常的善者，可能嘛无囝儿女会当帮衬伊，伊可能只会当一个人生活。所以这三个人放做伙来看，这个寡妇，这个妇人人，伊所有不利的条件，拢伫伊的身上。和头前两个人来比，头前第一个是非常有地位，第二个是非常有经济的能力，但是这个妇人人非常善者，佫一个人无人通倚靠，佫是当时地位、社会地位上低的妇人人。但是咱看见最后咱所读的经文，耶稣所学乐的，耶稣所称赞的是这个妇人人。伊讲，伊将伊所有的，甚至是会当互伊维持伊生命的，全部拢献上啊！所以咱今仔透过这三种无共款的人，咱做伙来思考，咱嘛做伙来学习。当咱每一摆要奉献的时，咱应该带着什么款的态度？咱应该带着什么款的方式，咱来回应奉献这件代志。第一个，无需要和大家来分享。奉献毋是看
表现了偌少，是看内心的敬畏。奉献毋是看到外表表现偌济，是看到内心的敬畏。咱拄仔所读的经文，咱看见遮的经学教师，也是讲法利赛人，因喜欢因足非常介意穿长的衫，然后伫迄个圣殿，也是伫街仔路行来行去。因嘛非常意爱一项代志，就是大家伊请安，特别佮描述因佮意爱坐伫会堂上特别的位，伫宴社嘛一定爱坐头一位。但是后壁佮描写讲，因将寡妇的财产拢摕伫因的身上，然后因为着要将这一切歹无好的代志暗藏起来，所以因着表演非常长的祈祷。咱看见这经学教师，也是这法利赛人，因的社会地位，拄仔讲因的社会地位，也是因宗教的地位，是非常受人尊敬的。因为因解说圣经，因会当解说律法，因会当帮助侪人去了解圣经的话语。但是因却利用因这款的身份的地位，利用因这款互人受尊敬的身份，因却袂记得因为虾米会当安尼做。因犹原靠着因的外在的表现，靠着因外在的条件，想要吸引人，去做因想要的奉献。当时的法利赛人，当时这的经学教师，因只有伫执行宗教的职务，因才会穿迄顶长衫。伫一般的时，这经学教师法利赛人伊是袂穿这领长衫的。然后因这领长衫，伫因的长衫的上下面。长衫的上下面有几啊条的线，迄个几条条的线，伫旧约的时代特别有记载。为虾米迄个长衫下骹爱有几啊条的线？迄是为着要互因会记得上帝的律法。但是利亚所时代的法利赛人，因却故意将迄个下骹迄个衫的迄个线加长，为着就是要互人看，互人会当看到讲哇，因下骹衫遮个装塔。非常的济，非常的水，要互人看见。而且拄仔讲，因只有爱执行宗教的职务，因才会穿这个大领的衫。但是伊却伫每一天生活的时阵，伊犹原穿这领衫，就是要互人会当看见伊是一个法利赛人，要互人看见是一个经学教师，要互人知影伊是爱互人受尊敬的人物。所以这就好亲像牧师通常只有礼拜日的时阵是主持礼式的穿牧师服。我若是礼拜一到礼拜五，我逐工拢穿牧师服，也是穿迄个圣餐的大礼服，去外口买物件。其他人可能嘛敢这样，哪会穿安尼出去？当然对，毋是伫这个信仰的人，可能会感觉哇，这是真正足水的衫。但是，若基督徒看到，可能感觉这个牧师哪较奇怪，穿大礼服伫外口行。但是，经学教师因安尼认为穿这领因的大领的衫，会受到更较侪的尊敬。因认为这是因会当表现家己的机会。因认为这较是因会当奉献的方式。因用因的外表来定义因家己，用因的外表来定义伊是啥。然后，拄仔佫讲到另外一个人，就是这个好业人。咱拄仔所读的路加福音，伊无写着含这个马可福音所记载无，含这个国语的版本，现代中文译本含校本，伊所写的无共款。校本伊所写的是有真侪好业人，伊是落非常侪钱。咱拄仔所读经验嘛是讲好业人落钱入去尔，但是咱看校本伊写的是好业人落真侪钱入去。伫当时，这好业人因为着要奉献，到伫圣殿奉献，因拢会派因兜的仆人，将要奉献的钱捐的，亲像捐叫一样。然后捐钱，捐，
捐到伫圣殿的外面，然后才来做奉献。你想，就亲像今仔咱要来教会的时阵，你看有一个咱的兄弟姊妹，伊将要奉献的钱用卷起来，用拍起来，摕一个足大的背包拍起来。你问伊这啥？伊讲我这要奉献的。那当时的好家人，伊为着要互人看见伊奉献非常济钱，伊会将因兜所有的奴仆叫来，讲：哎，我今仔要去圣殿要去奉献，麻烦你帮我卷去。而且当时的钱，毋是亲像即马是一张一张的，以早拢是爱用落的，拢是钱币，拢硬币，所以爱一个一个落入去。伫当时的圣殿，总共外口有13个奉献的箱仔，圣殿外口有13个奉献的箱仔。这13个奉献的箱仔有12个，代表以色列人有12个支派。佇佫有第13个，一个是要互这个利未人的。然后这13个奉献箱仔外口拢会写是要为着什么代志来奉献，然后到伫圣殿的人也会凭着家己的感动，然后来做奉献。但是这个奉献箱仔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设计，就是这个奉献箱仔伊嘛是当你落钱入去的时阵，伊是会发出声音的。当你落钱入去是会发出声音的，所以当你若落较济，落搁较济钱入去，伊的声音就愈较响，伊的声音就愈较久。所以，就算你到伫圣殿的时，你毋免用目睭看，你用耳孔听，你嘛会当知影讲，这个人敢是一个好家人。你嘛会当知影讲，这个人今仔日奉献偌济钱。所以当时的圣殿的奉献的箱仔是安尼款的设计。所以当好家人因到伫圣殿的时，伊要奉献，伊的声音一定是上大声的。伊要奉献的时间，迄个声音的时间嘛，一定是上久的。时间一久，声音一大声，边仔人一定会听见，边仔人一定嘛会看见，就会看见哇，这个人奉献真济，这个好家人伊所摕出来非常的济，互人欣赏。但是，无论是耶稣所讲的，这个经学教师因穿大领衫要互人看见，也是这个好家人因故意搁请因的仆人用公交的方式，将所有的钱摕到伫圣殿一个一个落入去。经学教师的奉献，也是财主好家人的奉献，目的拢是要得到人的娱乐尔。但是咱看见，阁有一个妇人人，这个寡妇，伊只有落两个小小的铜钱，然后嘛拢无讲话就离开。你看见一个非常大的比较，法利赛人穿长衫，就伫遐行来行去；好家人一直落钱，迄个奉献箱仔的声音非常大声，非常的久。但是这个寡妇一来，安静将伊的奉献落入去，然后搁安静离开。对法利赛人来讲，对这个好家人来讲，看起来因敢若非常的敬虔，因敢若非常热心在参与这个代志。但是因存敬虔的外在，却失去了敬畏的内心。伊一切所做的，只是要得到家己的好处尔。可能伫耶路撒冷圣殿所看到，就认为哇，这个经学教师伊穿大领衫，这个长的衫非常尊敬。看见这个好家人较侪奉献，哇，上帝非常祝福伊，伊真正是足愿意的人。但是实际上，因看起来有敬虔的外表，却失去一个敬畏的内心。因一切拢是为着家己所做的。法利赛人因的行动，也是这个好家人奉献的动机，目的就是为着要遵守律法，目的就是要得到更较侪祝福，目的就是要互别人看见。法利赛人也是这个好家人因所做的目的，就是
即个我的收入法啦，我爱得到搁较侪祝福啊，我爱互别人看见啊。咱要了解奉献，无论奉献金钱，无论奉献咱的温书才能，毋是因为咱奉献得到福气，毋是因为咱奉献得到祝福，是因为咱一定先得到恩典，得到福气，得到上帝的祝福，所以咱才会当来奉献，咱才有能力通奉献。咱头知影啥物叫奉献的意义。若是咱的奉献是带着要得到祝福，咱的奉献只是带着外在的条件，咱的奉献若是带着外在的需要，安尼毋是真正得到福气的管道。真正的奉献是了解为虾米我奉献，知影我是已经得到祝福啊，我一定得到上帝恩典，所以我才奉献。法利赛人也是这好人所表现出来，伊是伫讲，我爱搁较拍拼，我爱搁较努力，我爱趁着别人对我的尊重，我爱趁着别人对我的尊敬，别人爱看到我的价值，别人爱对我好。但是上帝毋是用这种方式咧看因所做的，上帝毋是用这种方式咧看因外表所做的，这是世界价值观咧讲的。我爱搁较努力，我爱搁较拍拼，我爱做了搁较好，用外在表现去定义我是啥。但是这个寡妇伊攞了两个铜钱了后，伊就离开，啥物拢无讲。伊嘛无好的外在条件，伊嘛无看起来嘛无啥物好，对当时人来讲嘛无啥物好的表现。但是耶稣称赞伊，耶稣甲伊学了，讲伊所做的是上最是上好的。所以第一个，当咱奉献，无论要奉献金钱，奉献咱的温书才能。第一项咱会记哩，毋是要为着表现偌济，毋是要为着外在条件，搁较重要是敬畏的内心。第二项代志，所以伫历代志上悬，大笔伊所写的回应，就讲我的上帝啊，我知影你是看人内心的，你介意正直的心，我就要用正直的心欢喜献上一切。所讲的是，上帝，我知你是一个看人内心的上帝，你欢喜人有正直的心，所以我就用正直的心回应你，献上我的一切。第二项无细向大家分享的，毋是看数量的多也少，是看好奉献的态度，毋是看数量的多也是少，是看咱奉献的态度。在咱所读的经文，伫路加福音第21章第3节到第4节的经文，安尼讲，我实在甲恁讲，这个寡妇伊所奉献的比其他人搁较济，因为别人是对因的财产中奉献出有剩的，但是伊已经非常善食，却将家己所有生活的费用拢献上了。所以，咱看到这个寡妇耶稣讲伊啥？伊是献上比别人的搁较济，其他人是献上伊所有剩的，但是耶稣讲，这个寡妇所献上奉献出来的，是比别人搁较济。耶稣讲有剩，咱会知耶稣讲有剩，毋是代表讲毋好。耶稣讲有剩，毋是讲毋好。耶稣毋是讲有财产的祝福，毋是讲毋好。耶稣毋是这个意思。耶稣毋是这个意思。但是耶稣讲这个财主的有剩，是要和富人的全部来做一个比较。无说定性啥的，无说意思，毋是讲趁钱有财产是无好的代志，有剩是无好的代志。耶稣嘛毋是这个意思。耶稣是要比较一项代志，是这个富人人，伊将伊的全部拢下入去。这个寡妇伊所奉献的这个小小的铜钱，伫当时是上细的一个钱的单位，大概是一工的工资的128%。我算者，若是用台湾即马一工的工资来算，大概就是12块。有2个铜钱，所以大概剩24块。24块，咱知即马24块伫台湾其实嘛买无啥物件。你若去到超商，你可能要买一个御饭团，我看即马一个可能拢要25块、28块。
所以伊剩24箍，其实你讲要生活吗？要买物件食吗？其实嘛无啥够，嘛已经无啥够啊。所以伊已经到伫最后啊，等于已经是啥物拢无啊，就已经剩最后2个小小的钱。当耶稣讲这个富人人奉献的是比别人搁较济时，这个济毋那伫希腊的原文，毋那是讲数量非常的济，毋那是讲数量非常的济，伊嘛有一个特别的意思，就是品质非常优良，就是这个物件的品质非常的好。所以当耶稣在讲这个富人人伊所奉献的比其他人搁较济的时，毋是讲钱的济，伊咧讲的是这个富人人所奉献的是伊的品质非常的好。什么款的品质？是伊生命态度的品质。看到伊奉献出来的态度，一个奉献的人，当伊甘心乐意的心，表现出甘心乐意的心和态度，比献上偌济的金钱搁较重要。一个奉献的人，伊甘心乐意的心和态度，比伊奉献出偌济钱搁较重要。当旧约创世纪记载一个故事，这个有2个兄弟，亚伯甲该隐，因2个兄弟，一个是这个饲羊仔的，一个是做这个种田的。然后圣经咧描述，有一日，该隐和亚伯伊拢将因所出产的要献上互上帝。但是圣经安尼描述，耶和华上帝看到亚伯甲伊要献上的物件，但是无看到该隐的。该隐就一个反应，该隐的反应是大大生气。咱看见该隐伊的反应是非常生气。然后后壁的经文就变做伊将伊的兄弟杀死，就因为伊的心，伊奉献的态度，直到最后发生更较恐怖的代志产生。咱看见2个原本拢要来奉献互上帝，但是一个甘心乐意奉献，但是另外一个却因为伊的心，却因为伊的态度，发生更较后壁所讲的更较害的代志。所以一个奉献的人，心的心态、态度是更较重要的。奉献毋是要为着家己和别人比较有多还是少。咱奉献毋是要和别人比讲，哇，这样较济，这样较少，我较济，你较少。奉献毋是为着这样代志，奉献是为着要回应上帝对咱竞选的听。奉献是为着要竞选上帝对咱竞选的听，毋是要和别人比较，毋是要和别人比较讲伊较济，伊较少，我较济，我较少，毋是咧比较这项代志。更较重要的毋是济还是少。是态度，敢有甘心乐意将一切，将你所要献上的献上出来。所以，这个哥林多后书第9章第7节，嘛是咱每一个要奉献的时，会拍一段经文。经文安尼甲咱描述，毋通勉强。更较重要的是，爱乐意的心，毋是出伫勉强，毋是出伫压力。更较重要是出伫家己乐意的心。最后，无需要大家分享，毋是看咱有偌济，毋是看咱有偌济，更较重要的是全人的回应。毋是看咱手中有偌济，更较重要的是咱全心全人的回应。路加福音第21章第4节，最后经文安尼讲。伊已经非常善食，但是伊却将家己所有生活的费用、所有的物件拢献上啊！
已经非常善食，但是伊将所有的拢献上啊。其实咱拄仔所讲，伊剩2个钱，剩2个铜钱，其实会当奉献一个就好，啊，另外一个搁放入去伊的内底啊。因为就这个富人人的角度，啊，伊就真正无钱啊，伊就真正已经啥物拢无啊，伊只有剩2个，我会当搁一个先收落来，然后一个搁摕出来奉献就好啊。但是，这个富人人伊无停留伫家己的困境，伊无停留伫家己的困难挑战中，伊发现伊竟然有奉献的能力。这个富人人伊无停留伫伊的困境，讲我就剩2个，我留一个嘛袂要紧啊。伊却发现伊家己竟然有奉献的能力，伊发现伊阁会当回应，所以伊就将伊一生所有的拢投入去啊。这富人人无计算，伊无计算讲我留一个袂要紧，我有奉献啊。这富人人无计算这项代志，颠倒是发现伊有能力会当做这项代志，所以伊将一切拢落入去啊。牧师一开始讲奉献，绝对毋是咧讲金钱，奉献毋是咧讲金钱尔，搁较重要是咱生命中认为迄个上美好的部分。搁较重要，奉献是咧讲咱认为生命上美好的部分。咱上第一的代志，生命中所有的第一应该拢爱属伫上帝的。生命中咱认为第一个，咱认为上美好的，咱认为上贵重的，应该拢爱属伫上帝的。咱了解咱所有的一切，其实拢是上帝赏赐互咱的。咱了解咱所有的一切，其实拢是上帝所赏赐互咱的。这奉献毋是咧讲金钱尔。更较重要是咧讲咱生命每一个美好的部分，上帝互咱每一项无共款的恩赐才能，上帝互咱会当得到的每一项物件，每一个祝福，所有咱认为生命中的第一，咱认为上美好的，应该拢爱属伫上帝。这个寡妇其实互咱一个真好的模范，其实嘛互咱一个挑战，就是咱到底伫咧等待啥物？咱到底搁伫计算啥物？咱伫领受上帝恩典，当咱领受上帝恩典的时，咱搁咧等待啥物？咱搁咧计算啥物？咱敢有真正愿意来回应？愿意将咱一生认为上美好的，咱认为第一的部分，来献互上帝咧？马太福音第6章21节，耶稣嘛安尼，甲伊的门徒讲。你的财宝伫倒位，你的心嘛伫倒位。你的财宝伫啥物款的所在，你的心也伫迄个所在。当你的心是放伫上帝的心意，然后若安尼，你就活伫上帝的心意内面。若是你的心是放伫外在的条件、外在的追求，得到别人的称赞，得到你想要得到的，然后若安尼，你的心就不断地追求遮个代志。这个寡妇的回应其实非常的简单，就是伊知影伊的过去、伊的现在、伊的未来，所有的一切拢是倚靠上帝的恩典，所以伊愿意回应，伊愿意投入伊一生，因为伊的过去、伊的现在，甚至伊的将来，拢伫上帝恩典保守的内面。所以奉献本身就是一种委身的利益，咱知奉献是一种委身的利益。你为虾米要奉献？你为虾米要做这个行动？是因为你和伊有关系，你知影做这项代志背后的意义，在伫你和上帝建立的关系。这是你和上帝利用一个非常好的办法，这嘛是你和上帝利用的一个记号。透过你的奉献，无论是金钱，还是你的恩赐、你的才能，甚至拄仔讲你的专心专人，拢是一款你和上帝的利用。所以罗马书第12章第1节，保罗先生伊嘛安尼讲：我用上帝的慈悲、上帝的怜悯，甲恁苦劝，就将神将恁
你的身躯当做活的祭，圣洁的，上帝所欢喜的，恁安尼侍奉是理所当然的。咱献就咱的性命，诚做是一个活的祭，奉献家己，这是上帝所喜爱的代志。耶稣基督来到伫这个世上，为着咱每一个人行往十字架的道路，定死伫十字架。耶稣基督也亲自诚做是咱奉献的源头，诚做是咱奉献上好的模样。当咱要开始进入受难周的时，嘛，互咱搁一摆来思考耶稣的奉献，甲我性命所献上的奉献，这个关系伫啥物？敢有真正有关系的结连？耶稣的奉献，甲我性命的奉献，敢真正有关系的结连？伫哥林多后书第6章第9节，保罗安尼讲。恁知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伊原本是富足，但是却因为恁诚做是善食，互恁因为伊的善食来诚做富足。耶稣基督伊会当原本亲像是上帝一样，但是因为咱每一个人，伊献出伊家己的性命，为着咱，伊原本是富足的，但是伊要互咱嘛得到富足。但是当咱得到富足的时，得到恩典祝福的时，咱要安怎来回应？这是互咱不断来思考的。所以耶稣就是迄个完全的奉献者。耶稣就是迄个完全的奉献者。伊为着咱拼空伊家己，为着咱钉伫十字架，伊完全无任何的保留，行往伫十字架的道路。所以奉献会当互咱真实体会到耶稣基督的心。当咱奉献时，其实是要互咱会当体会到耶稣基督的心，奉献也互咱会当回应伊为着咱所做的一切。所以当咱每一摆奉献的时，无论实体、实物、金钱，也是咱奉献咱的时间伫教会服侍，也是伫咱的社会服侍，咱拢爱知。这是要互咱嘛会当体会到耶稣基督奉献的心，嘛互咱通体会到耶稣伊为着咱所做一切的恩典。所以伫腓立比书第2章5节到第8节，常常咱嘛会看见这个经文，叫做咱爱用耶稣基督的心做心。但是啥物是耶稣基督的心做心呢？就是迄个奉献的心志，就是迄个奉献的态度。经文讲，伊原本和上帝有同款的本质，但是伊无用上帝同款的特权，颠倒转伊放弃一切，诚做是一个奴仆的本质，诚做是人以人的形体出现，伊顺服到伫死，然后死伫十字架顶，为着咱每一个人拼空伊的性命，为着咱每一个人伊钉伫十字架顶。所以今日讲奉献这个主题，嘛透过咱今刷来要进入伫受难周。互咱搁一摆嘛来思考，咱的奉献拢奉献伫倒？咱拢为着啥伫奉献？咱敢有真实来回应耶稣的恩典？敢有真实来回应这个完全的奉献者？伊为着咱奉献伊的性命，为着救赎咱的性命，那安尼咱会当安怎来回应伊呢？愿上帝赐予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也透过咱每一个来礼拜。无论奉献咱的金钱，奉献咱的时间，奉献咱的温书才能，拢互咱知，这是耶稣基督的心，这是耶稣基督以爱咱所回应的方式。愿上帝赐予咱，只是咱先来唱一条回应的诗歌，咱来唱一条回应的诗歌，然后咱为着几项代志，咱做伙来做公道。公道了后，今仔日。有一个中保大道的见证，咱等下记到了一个中保大道的见证。好，只是咱先来唱一条回应的诗歌，圣诗548首。我是为基督，是着你的有福。我的心望主
也是有阮烦恼，也为着主真来传播，也sen是一拢无。为主陪是你家，好担真情无退，真中到死拢无放的，为主陪命到尾。只是咱为着几样代志，咱做伙来祈祷。第一项代志，咱为着家己的心来祈祷。求上帝来帮助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互咱搁一摆明白奉献的意义，搁较重要是奉献的态度。无论是咱奉献咱的金钱，奉献咱的才能，也是奉献咱所有的一切，拢求上帝互咱知咱奉献的意义，以及咱所爱回应的恩典。也求上帝互咱每一个人真正会当明白伊的心意，会当了解咱会当伫什么所在来为主来奉献。为主来回应伊的恩典。第二项代志，咱嘛为着家己来继续祈祷，特别要浸入伫受难周，互主，互咱会当搁一摆来思考咱和伊的关系。透过伊的奉献，透过伊的牺牲，伊救赎咱，求上帝帮助，互咱真实了解这个奉献的意义，真实了解上帝的恩典。第三项，咱嘛为着教会中需要兄弟姊妹来祈祷，无论是伫病痛中，伫心灵软弱。也是伫家庭、伫事业拄着困难挑战的兄弟姊妹，咱做伙为着因来开喙祈祷，求上帝来帮助。咱做伙为着这几样代志，咱做伙来祈祷。请主上帝，阮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主啊，阮知阮所有的一切，拢是对你遐来。阮所有的恩赐，阮一切恩赐才能，也是你所赏赐。主啊，帮助阮，互阮毋是掠遮的，诚做是阮家己的熬，搁较重要是用这一切来回应你的恩典。主啊，帮助阮，透过阮奉献的行动，来诚做是美好的见证。也帮助阮的富强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会当诚做是个奉献者，奉献家己的性命，为着主。来努力跑走人生的道路，也求主来帮助。特别伫教会中有侪需要的兄弟姊妹，无论伫因的病痛，也是伫因的心灵的软弱，也是伫因生活中所拄到一切的困难挑战，求主你来帮助，也求主你来扶持，透过你的保护来高抹，透过你的保护来洗清，也透过你的保护来压砍伫因的心上。互因会当真实领受到耶稣基督所带来的平安，所带来的医治，带来的怜悯，以及带来的安慰，以及鼓励。愿上帝帮助，也搁一摆将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交托伫主你的手中，求主继续引带阮头前的道路，互阮一生活出主你所欢喜的旨意。安尼祈祷，拢是用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免。各位兄弟平安。咱真感谢詹牧师用主的话来勉励咱，愿主互咱学习到这款对主来的恩典赏赐，咱献上所有的奉献，这是一个信仰的造就甲操练。今仔日特别咱的咧奉献的进程，咱阁有安排一个见证见证。咱教会呢已经推动迄个中保大道51期啊，一期4个月，你甲算算看偌久这是咱上帝互咱富强教会一个真奇妙遮侪时间中间一个真宝贵的恩典，进入一块宝石一个珍珠咱51期要完成，准备伫5月5月开始，就要进入到52期伫即个这期要结束的进程呢，咱拢会安排有兄弟来做见证有兄弟来做见证。
所以这个时阵呢，咱就要邀请即摆要伫咱中间做见证是吴昌成执事吴昌成执事吼，伊要用主的话对领受到的来甲咱分享。咱来拍拍欢迎昌成执事来，昌成执事来欢迎。中一粒。各位主内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真感谢吼，迄个咱谢牧师吼，甲谢牧师甲詹牧师吼，即个邀请吼，即个慈宝团长吼，来即个勉励啦吼，讲希望将阮即遮侪档内面参加即个总保带导吼，相关的迄个听书吼，甲大家来做一个分享甲报告吼，嘿。即个顶完即个 PDF 档吼，即阮囝吼，昨10点，下暗10点吼，做到下半暝1点，吼，我伫台北赶落来，我甲迄个我想要讲的简单的内容传互伊，吼，伊帮我做吼。我感觉这也是真好一个见证吼，因为我甲自然拢希望会当甲我的囡仔会当带到教会来，吼，互因安尼参与即个内容吼，伊知影讲即个。做即个见证，甲即个稳定的即个效果，吼，一个真好的内容，吼，好。即个就是咱知影即个总保带导吼，即个见证吼，是一个真重要，伫教会内面真重要的内容，吼。所以即个是伫迄个 ChatGPT 内面所写的吼，即总保带导即个用意，吼，伊讲写着讲，这是吼一个重要吼，伫咱的专业的工作中间吼，会当经历吼神奇妙的带领甲回应吼，这就是即个带导的一个内容吼。咱透过即种带导是伫教会内面服侍吼，看到神丰盛的祝福吼，最后咱会当建立吼一个信心的建立吼，透过祈祷的经验吼，甲带导经验来深刻来体会吼上帝信实吼，甲伊的稳定。搁过来，我就是要甲大家简单啦吼，讲一个我家己即个经验吼。我是第一代的基督徒，为什么来认捌上帝呢？是我伫个高中的时代吼，我的厝吼，阮兜吼真细间吼，20-30平，吼，所以4个囡仔吼，住做伙。阮的厝敢若一个客厅，迄个客厅吼，就是客厅、餐厅、册房拢做伙，所以坦白讲，要读册真无空间啦吼。我着安尼一真苦恼的时阵吼，我一个高中的同学，伊甲我讲，昌盛，你来阮教会吼有图书馆，好，吹冷气，阁有老师甲你教，吼，我讲哪有遮好的代志，吼，我着缀伊去，好，真正吼，也免排队，吼，着有真好的一个所在，伫遐读册，吼，迄个抑我伫新德中学嘛，吼，所以内面吼有即个清大、交大的学生，吼，会去做志工，吼，着去遐做老师，甲咱教。吼，迄个你会当感受吼，迄种基督徒的疼，吼，所以迄个较好的环境，搁遐好的即个老师甲咱教，吼，所以对我的即个成绩吼突飞猛进啦，吼，所以到尾会当吼考对成功大学，吼，我是迄当的全校的榜首啦，吼，考得成大建筑系，吼，所以因为有即个迄阵遮年轻的一个造就，吼，我也是因为安尼吼，才受洗吼作为基督徒。所以咱也知影讲，最近吼，迄个阮太太自然执事吼，这边阮有做伙推动这个吼418咖啡吼，这个图书室吼。坦白讲，这是我从我较囡仔时代这个过程甲讲，吼，所以讲安尼这个方式会当吼一寡吼有需要的学生吼，会当有一个好的所在吼，毋通拍拍走，会当伫遐吼做一个好的读册吼。咱的志工老师搁去遐教吼，过程内面吼。因的家长嘛会来甲伊看，来甲看的时候，想煞就讲，哇，恁哪会遮好？吼，提供即个环境，搁有老师甲迄个义务来甲教，吼，来甲宣扬咱的吼基督的疼，对毋对？吼，信仰的即个好处，吼，所以这是一个真好的事工，这就是延续我就学生时代吼所发挥的即个内容，吼。好，过来我要简单介绍家己吼，我是
北部的青年吼，我嫁来台南啦，吼，因为自然是台南人吼。啊，即个物件是安尼，我做一个见证吼。其实我研究所毕业迄当，我着第一个考着建筑师啦，吼，正上帝真祝福吼，我着考一届着对，吼对吼。啊，我的老师甲我叫去边仔，伊讲，昌成啊，你安尼成绩袂歹，佫考着建筑师吼，你即个未来真有发展。我甲你介绍阮表妹，吼，阮表妹吼是好野人，吼，伊讲你若带伊吼，阮送你一栋别庄啦，聘金2000万啦，民国80年哦，这真大的诱惑，你知袂？讲这2000万吼，你2000万你会当做啥？你会开业吼的基金啦，你也有厝吼，佫有即个吼，佫有即个钱，安尼你就真好势安尼。我讲要试看卖嘛吼，我就还没约会啦。但还没约会时，我讲着我是基督徒，讲着圣经的故事，我感觉伊拢无兴趣啦。我拢听拢无，伊讲，你较毋通讲一寡吼，迄个连续剧的代志安尼啦。所以我讲，哇，这差足济吼，这未来要哪斗阵啦吼，安尼为了迄间厝，为了钱安尼吼，这后壁一世人吼，就毁类去啊吼。所以我就甲拒绝啦，吼。上帝帮咱安排吼。迄个时阵，我一个学妹吼，就是自然的即个同学啦，伊就甲我讲，你咧研究式的一寡工课，我会当介绍阮同学吼，甲你吼参与分享安尼啦，我就含自然约会就对吼。我其实甲请教吼，伊有做过大师的工课，我来甲请教，就安尼熟悉。伊就甲我讲，伊其实伊细汉吼有参加主日学，有去教会，我讲安尼就基督徒嘛吼。有即个感觉，我感觉即有大家有一个迄个吼共同的信仰，吼所以就安尼了吼，阮就决志吼，就嫁来台南嘛吼，就带来自然嫁来台南吼。其实迄个时阵我啥物拢无啦，吼本来有一间厝2000万吼，阮的存款可能无20万啦吼，嘛无厝吼，但是安尼大家就是安尼做伙吼来拍拼吼来开创即个发展吼。好，这发展吼大概是分做3期啦吼。第一期就是讲，阮伫个即个我事务所伫个1991啦吼，民国80年吼，即个创业吼，迄阵是凭坦白讲，凭家己的即个努力吼，甲拍拼，甲自然的拍拼，阮是做伙开一个事务所吼。迄阵即人员工有甲30-40人，假是30-40人。当然阮迄阵就是一直咧嘛伫教会，伫台南市吼，阮所开也位去过真侪教会，吼，但是迄个程度。甲民国差不多伫个即个95年遐吼，95年遐时阵吼，阮拄好搬来即个乡城阳光镇，吼，即马伫个落来时阵吼，伫个拄好碰着蔡正道牧师啦，吼，阮学弟吼，阮较早伫成功大学迄个 SNC 团契的时阵吼，拢有做伙，吼，伊就甲讲，学长你来遮，我住伫遮，你即马伫倒个教会？我伫南门教会啊，伫什物教会啊？伊讲，迄离遮较远呢，你有要找一个较近的教会无？我讲真好啊，是安怎？伊讲就边仔遮富强教会啊，吼，伊讲我带你来过来。我讲你来知影遮？伊讲我伫遮咧牧会啊，吼，所以这个是上帝安排嘛，吼，来了后无一冬，就接到即个长执会讲，咱的教会要兴建，对毋对？吼，就是要兴建即栋大楼安尼，吼，所以讲上帝咧安排啊，吼，因为我是建筑师嘛。即个个体，即个外观我设计，但是这内装吼嘛足重要吼。你看这大家这内面，内装就是自然来设计，吼来设计，吼就迄个时阵，阮就感觉一个爱做一个奉献吼，所以我从事务所从即个设计费吼，扣掉税金吼，我就拢捐出来吼。自然是甲迄个施工的工资啦吼，甲材料费吼，剩的拢捐出来安尼吼。所以这就是咱兄弟姊妹大家做伙吼，就是安尼热烈的奉献，咱才有法度成就这个建筑物。吼，我嘛是安尼当初安尼想，无任何的想法讲，这是要安怎？吼，这是安尼有啥物迄个并无甲上帝讲，我安尼捐钱互你，你爱甲我安怎回报，我拢无这个想法。纯粹是本着讲咱一个信用吼，应该爱做的，就敢若拄啊，迄个曾牧师咧讲的迄个感觉吼，就是讲，你有即个心，你就甲奉献出来安尼，吼真奇妙吼。迄个时阵经过2冬吼，我既然去参加全国上大间的即个社会合一住宅的比赛，吼，迄阵参加拢是全国吼，全7间上大间的事务所，吼，阮内面算上细间的啦，吼，上年轻的，
但是无拍算吼，既然摕到即件工课，吼，迄阵啊是真正真轰动啦吼，吼，就是伫咧新北市吼板桥福州合一住宅，吼，迄起5000户啦，迄工程款200-300亿，吼，啊，过阮摕到即个工程，吼，啊就安尼开始突然间，即个事务所的人员吼，都对40-50人变到差不多70-80人，就是成长1倍，吼，来做即个工程，吼，这是第2阶段。吼，啊，大家想讲，哦，安尼你着即马着一帆风顺啦，吼。但是迄阵啊，我甲各位报告，迄阵啊，我事务所的名，一般建筑师拢相像，吼，就是用吴昌城嘛，啊，我变吴昌城联合建筑师事务所。我就发觉讲，吼，虽然做大起啊，但是安那压力遮大，吼，因为我工课有台北有南部拢有嘛，啊，我若人伫台北咧上班，南部的即个台南市的，吼，即个高雄市的即个市长局长就讲，啊，开会啊，吴昌城哪会来？吼，安尼你无尊重我哦。吼，啊，我即马若万不了留伫咧台南部，吼，啊，即马台北的、新北的、桃园的，就讲，啊，你有这如是你做头家，你拢无尊重我哦，你拢无来开会，哦，啊，我毋知要安怎走呢，吼，迄阵坐飞机吼，坐甲会头嗡嗡啊，吼，所以非常的累，啊，所以我咧思考讲，啊，奇怪，你哪一定要找我，吼，啊，过来就是讲，我甲讲，啊，做真侪工课，做全台湾上大即个工程，但是结算到最后吼，无趁钱啊，吼，这也是真大的故事。所以我就想讲，啊，安尼应该吼，我甲即个事业吼，爱交托互上帝，毋通搁靠家己啦，毋通搁靠家己啦吼。所以迄个时阵，我就想讲，啊，要来改名吼，即个事务所要改做啥物名？我直接就有一个感应，就是吼，启示就是讲用恩典啦，恩典，吼，咱的圣经内面出现上侪解就是恩典，吼，即恩典联合建筑师事务所。啊，我甲迄阵啊，甲迄个会计师讲，会计师讲吼。啊，无可能，无可能。好，你毋知迄恩典即2个字吼，啥物行业拢有啊？你无法度啊，一个行业敢若当出现一解，吼，版权问题啦，吼，安尼啦。我讲我记得，啊，你帮我找看觅。无想到半点钟伊敲电话讲，啊，真正呢，哦，有奇迹，既然事务所无人用恩典2个字，吼，啊，所以我就用这个，我就用了这个恩典吼，啊，用这恩典了后，真正吼，规个拢改变吼。即马我伫南部的时阵，啊北部的讲，啊头家迄个吴昌城哪会无来？我就甲阮经理讲，你甲讲，哦，你爱阮头家哦，阮头家上帝啦，恩典嘛，所以咱来祈祷啦，吼，看上帝会来，会当个来甲咱指导无安尼。哦，啊，即个长官吼，就想讲，无要紧啦，较等下啦，吼，啊了后，吼，啊结果我的同事拢做了真好，伊就讲，真好啊，哇，你这个团队真好，吼，啊相像我去北部的时阵，南部安尼讲时，我毋是安尼甲因讲。啊，无咱会祈祷啊，看上帝啥物时要落来啊，吼，啊，结果伊嘛拢接受，吼，啊，所以到即马为止，吼，全国我有20-30个工地，吼，我毋免家己走啦，吼，因上帝拢安排好，吼，啊有好的同事来服务，吼，啊，伊拢清楚，吼，知影讲即个事务所的头家就是上帝，吼，啊，我是伊的管家啦，吼，好，啊，即个。好，啊，即个就是我咧讲的，讲吼，当我事业我甲讲做大起来，但是真压力真大吼，啊，将即个事业吼，敢若相像咱的家庭啥，拢会当交互上帝，吼，啊，你着如释重负，啊，你会得到恩典满满，吼，这是我多一个见证，吼，好，啊，搁过来吼，搁过来是要讲到和咱即个中保带头有相当大关系，吼，的一个见证，吼，伫咧2024年啦，吼，年初的时阵吼，我有参加一个工程，迄阵啊全台拢认为一定是我客着，吼，结果无想到，既然无着，我嘛惊一个，大家拢惊一个，吼，哪会拢无？吼，安尼对一个事务所，吼，遮大个事务所100多人的事务所，当然迄个财务上会出现有问题，吼，但是我一直咧祈祷即个代志，啊，我有写中保带头的，吼，即个带头卡，即个带头卡黄色，吼，有写讲啊，上帝。你即个工课本来是有定我爱做，为什物无互我做？一定你有你的计划，吼，啊，请你甲我引带，吼，安尼，我用即个角度来去写这个物件，吼，啊了后咧，即个，就参加第1场的比赛，到尾就吼，就经过半冬的即个努力了后，去参加第1场的比赛，啊，第1场的比赛，哇，迄场有够硬啦，全国吼上大间的3间营造厂、上市营造厂拢参加。啊，另外2间是讲伊势在必得，吼，伊动员各种的关系，吼，动员各种的这个表现，
错，一定会对安尼啦吼。阮咧讲阮要靠啥？吼，我就甲我的团队讲，咱靠祈祷啊，吼，无咱若无法度去创什么关系啊，无法度去做什么迄个无合法的代志啊，吼，安尼，阮只有靠祈祷，吼，所以了后伫个迄个比赛进前，吼，我着带阮的团队，吼，即中区的头家哦，中区公司3、4个头家，我替因做伙祈祷，因毋是基督徒，但是因拢接受，吼，我帮伊祈祷，了后入去内面。入去内面报告刷出来吼，大家就离开啊嘛。但是我有一个感动讲，我爱留伫遮，留伫即个比赛的场所。但是等真久啦吼，我着坐无啥条，我着伫遐公园直行差不多30-40年吼，行到1点钟。尾我刚刚有一个想法是讲，我爱来去找一个吼，迄个十字架，爱伫十字架下骹来祈祷，吼，安尼较有气力。其实我嘛毋知迄个附近有啥物，吼，毋知啥物所在有一个教会，我嘛不清楚吼，因为迄行啊，所以我伫迄个所在就行差不多10几分钟啦吼。我突然头壳掠起来，看到一个十字架，一看啥物，就是即个双联教会，吼，看到双联教会，吼，我就想讲蔡牧师毋是伫遮吗？我即马雄走来吼，会足唐突无？我是要去找伊，毋去找伊。我嘛迄阵咧足紧张嘛，要比赛，结果爱等去，我就伫遐咧祈祷讲吼，是毋是吼上帝来安排，吼上帝你来引传，结果突然间边仔一个声音讲，你是来找我吗？我足惊者，我抬头看蔡胜照牧师啦，吼，我伫1楼大厅咧，伊照你讲伊伫楼顶，我就去下班等，结果听到一句话讲，你是来找我吗？吼，抬头就看到伊，吼，所以我感觉伊是上帝派来的。吼，会即个天才啦，吼，牧者，伊等于是要来甲我做一个引传。即个较特殊就是讲吼，阮伫个即个，你看中下骹吼，双联教下骹迄个图，我看着，看讲你双联教会记得是中山北路111号，3个1啊，吼，我就感觉足特殊啊，为虾米呢？因为迄件大件工课，阮输去了后，阮安排到2024年年底，拄好参加3件比赛，拄好3件。我想，这是啥物款的意向？迄个谢牧师顶礼拜讲这少年人爱有看到意向我算我少年啦我看到这个意义，我就感觉讲这敢是上帝甲我启示伊会甲我安排。你虽然头前失去，但是你无失去你的信心嘛。所以你会当搁较多的安排，所以我就蔡牧师就带我去楼顶，去伊的办公室，帮我祈祷，我就伫遐做伙祈祷这个代志，祈祷煞5分钟，一通电话敲来，是内政部迄个国家中心的主管，伊敲电话讲，吴建师恭喜你摕到这件大家众所瞩目的大工程，所以我迄阵真感动啦，真感动啦。大家看蔡牧师多烂美啦，但是我就甲讲这个见证，伊讲你要有搁较大，要有信心安尼。就迄阵开始，第2件、第3件，我拢无去想其他的代志。讲什么爱去走什么关系啦，爱去舞东舞西拢毋免，我好好做。你要充满你的信心，爱祈祷。但是重点。我逐场拢来写即个带导卡，拢来写拢有写即个物件。伫比赛进前我有写，咱写咱袂使讲上帝啊，你啊甲即个工课互我无你咱就是无够能力，咱袂使安尼想，咱毋是甲上帝甲强求啦。咱是讲我团队足努力咧做即个代志，我希望你会当保守阮会发挥甲上好，过程内面即个。所有报告的人拢爱报告好势，回答讲会当将所会项拢讲好出来。咱的委员拢爱正派，会当听咱的咱咧做啥物物件，上帝来选一个上好的团队来做即个工课。我是拢是安尼，就安尼开始你看第1件就是拄仔咧报告，即件是上竞争上激烈的3间。台湾上大间的上市公司营造厂合作，伫遮这个是11月看无啥11月份就对啦去年底11月份
这是第一件吼，吼11月29，吼你看我下骹，这是我的行事历，我拢写安尼吼，我拢会写一句话吼，凭着信心领取恩典，永不止息，看见美好运气成就，荣耀归于上帝。吼，就是讲你要有信心啦吼，这个我本来这是经文啦，自然甲讲毋是，迄是一首歌啦吼，咱教会有咧。师范咧唱的时候，我甲翕起来。我讲，所以我一直甲即个话记咧，吼，就讲咱来凭着信心吼，来领取咱的上帝恩典，吼，即个是永远袂煞的，吼。你若会当看到即个，一定会看到即个美好的应许，吼，会成就，吼，就敢若讲看意象，吼，会当成就，即荣耀吼是归上帝，吼。好，即个就是第二件，吼，第二件12月16，吼，即件是咱台南。吼，伫即个沙仑迄个吼高铁站边啊，吼，这也是真大件一个工课。吼，我佮含另外一间哦，这是台南在地一个大型的营造厂，同款去了即个代志。吼，就第二件吼，了后你敢知影？即个营造厂吼，这头家伊嘛毋是拢基督徒哦，吼，伊拢会讲安那，要比赛时讲，建老师，你紧祈祷哦，紧祈祷，吼。拢甲讲，你祈祷紧祈祷，佮惊我袂记字啊，吼，做紧祈祷，安尼才做伙入去，吼，出来就讲，好，你只要有祈祷，阮就有信心，吼，所以阮最后即件佮甲阮摕着，吼，佮过来第三件吼，12月31號，吼，即件也是真大件一个工程啦，吼，真大件工程，即件是台湾吼第一个吼社会住宅吼含即个。长照综合大楼，就是内政部跟卫福部第一个合作的案子，这个是对台湾是足重要一个工课。因为我感觉对这个做长照是对社会有一个真大的贡献，所以我是邀请蔡长文蔡长文咱的长老甲咱做咱的顾问参与这个工课，嘛是竞争足激烈咯，结果共款有信心祈祷写带导卡共阮摕到这个工课。所以我要报告是讲，即个三件工课即个真轰动啦。因为伫内政部伊讲，即摕到一件已經就是1/10的機會啊啦。哪有可能講2個月你摕3件？你同即間恩典建築師事務所，佮參3間無共款的，即個上市大公司來合作。好，我講這幾率超過1%啦。但是咱成就啊，這成就毋是家己的努力，家己的即個成就，即个实力而已啦，重要是你有信心，有透过祈祷，有透过即个带导卡，来做一个这咱的带导勇士甲咱逐工替咱安尼祈祷，安尼会得到这样的成果啦，所以最后我甲各位报告的是讲咱富强教会中保的代祷是咱为主做工的一个真重要性甲迫切性的即个工课。希望咱每一位同事会友，不但你爱写带导卡你若有得到应许时你会写一张运营卡，运营卡，即个若有时间尽量会当参加每一周敢若1點鐘就會使來參加即個帶導勇士，會當互家己變做一個祝福人一個上重要的管道，互咱的教會。成为这个万人祷告的殿，好，以上的报告感谢3位牧师加慈宝团长的这个安排，好，谢谢。真感谢主咱听到昌城的见证，我一个感动就是讲，万事互相效力，互听主的人得到利益。足奇妙咱的昌城执事甲自然执事，因为搬来伫即个阳光镇，上帝互伊去拄着蔡牧师，因为因是学长学弟的关系，也因为安尼，我想对伊的整个生命甲事工就大的改变但是我有一个感动意思就是讲，咱的带导事工带导事工，是因为你有信心。有听历史话三甲同心祈祷，上帝就伫迄个所在开始做工。我嘛看见讲昌城执事因夫妇伫咱教会拄咧上重要咧建堂的时阵，因参与有着，是足无私的参与
吼，毋是讲啊，我著在做生意做事业，计较遐个费用，毋是，伊是用一个奉献的态度。甲今仔日咱詹牧师讲的道理，实在是足巧合。但是上帝用别项方法赏赐啦，恩典予伊。更重要就是讲，苍生之伊足认真写带头卡。我会记得逐摆若来教会，伫咱礼拜，苍生之师因为伊拢伫北部嘛，干那礼拜日会当来教会，伊拢伫后壁一直咧写。我讲啊，上认真写的就是苍生之师吼。当然你嘛是爱家己拍拼认真啦吼。你的建筑师实力若无够吼，你较安那祈祷，你家己无要认真嘛袂使。所以总共是讲，咱爱看重咱的教会即个中保大道的事工，因为上帝伫迄个奇妙做真水的工作。咱有一个叫做上帝在编织，捌听过吼？上帝咧编织，就是讲我做这做迄，看起来较像毋知影什么成果，但是一个变过来，原来是一个足水的图。咱遮切迄个刺绣有无？后壁面都安尼花花了了，但是变过来一张足水的图。上帝就是咧做即个工课。所以真感谢主吼，上帝也祝福苍生之师，互伊后来的圣工，因为伊有信靠，有信心，上帝应允。我相信即款的恩典也要共款赏赐伫咱教会兄弟姊妹的身上。大道事工是咱教会足重要的一个产业。产业的意思是讲，咱的教会推动的圣工，这个真重要，对咱开始教会转型，对咱开始教会建堂。我会记得以早吼，有个教会有迄款传统叫做早天祈祷会，毋知你捌听过无？足侪教会复兴的教会，因拢讲，阮就是教会有早天祈祷会，因为较早的生活形态，就是大家透早来教会来祈祷。但是咱教会是一个都市型的教会，咱用中保大道，嘛是共款得到上帝的祝福。毋茫吼，拄则有报告讲安怎参加，开始咱即礼拜开始要报名，后一期52期的，毋茫讲吼，遐假拢有人添就对啦，添落去参悟，因为遐是你咧守望，你伫迄个所在咧固守。愿主祝福吼，用安尼今仔日的分享实在是真精彩啦吼。好，咱来赶紧甲时间到，咱的诗会，咱要做奉献，甲做报告来结束。请同心来奉献。请兄弟起立来吟奉献的诗歌。我愿的情为
兄弟请坐。这是咱掀开周报的上尾仔面，做伙来读本月的金句。显着咱做伙来读，因为人主来，毋是要互人服侍，反倒是要甲人服侍，甚至牺牲家己的性命来赎回真侪人。马可福音第10章45节，咱做伙搁来读一遍。因为人主来，毋是要互人服侍，反倒是要甲人服侍，甚至牺牲家己的性命来赎回真侪人。福音45节，请咱拍开周报的第2页，下周的圣工分配，主礼是夏牧师，司礼是李长老。顶周、本周逐项聚会出席的消息，请咱家己来看。这是咱掀开周报的第4页，第1大点。今仔日4月13是棕树主日，也是纪念主耶稣受难周的开始。这礼拜请咱兄弟尽量避免参加喜宴，也是旅游的活动，也避免穿一寡较水的衫。伫这段时间，邀请大家用肃穆敬虔的心来祈祷灵修，审视主耶稣受难的信仰意义。第2大点，受难周逐项的聚会、灵修活动的报告。4月13到19号，今仔日到拜六是受难周特别灵修的时间，请兄弟利用以下的材料来做灵修。默想甲祈祷。第2小点，受难日前40日的连锁禁止祈祷已经进入第6礼拜，请兄弟照你所填的时段，伫这个时段当中来禁止祈祷。第3大点，台南中会第1小区基督受难圣餐礼拜，伫4月17号，这礼拜是下暗7点半。伫本教会礼拜堂举行。第4大点，大祷团定伫4月18号拜5下暗8点举行全教会耶稣受难日的特别聚会。第5大点，本会定伫下主日4月20举行歌活节赞美礼拜、圣餐以及洗礼式。迄个当日有2堂是合并来举办礼拜，管弦乐团会做伴奏，圣歌队会献唱何等大爱的清唱曲，请兄弟有备心来参加。下主日嘛有洗礼式。第6大点，本会定伫下主日4月20号召开4月份的小会。第7大点，多大牧师有已经讲过啊。咱第52期的中保大道的事工复赛开始报名到4月底。第8大点，总会定伫6月15，伫凤山的体育场举行宣告160周年的纪念礼拜，请兄弟有兴趣的来报名参加。第9大点，这点是较重要的2024年的个人的奉献证明已经核发，兄弟若是有要报所得税的部分，请向教会办公室来领。下主日因为歌活节的礼拜，敢若一场爱心午餐暂停供应。请咱下到第6页的所在，主日学主日学的消息。下主日4月20日是歌活节。主日的老师呢，会用诗歌、跳舞、敬拜、升旗保会的实验，搁配12个的体验，要来带这个小朋友来体验。拄好后礼拜是全中运，台南的全中运中小学拢放假，会邀请家长会当带家己的囡仔来到主日学，做伙来体验这个活动。请牧师来补充报告。好，讲兄弟我甲恁做几
几项的提醒，就是讲咱即礼拜，即礼拜是受难周，拄则咱执事已经甲咱报告讲安怎来配合就对啦，灵修，但是有2个特别的聚会要邀请咱参加，一个就是拜四暗，拜四暗，咱台南市内的正教会，拢要伫咱教会参加圣餐礼拜，迄是咱的小区，咱的圣歌队甲长老同工拢要服侍，但是咱嘛鼓励会友来参加来领圣餐，是正教会，无。有个教会人来，咱家己的教会无人，实在足歹势啦，所以请会记得拜四暗，拜四暗7点半，大家做伙来教会来参加这个圣餐礼拜。过当天的拜5暗，就是咱教会家己办这个耶稣基督受难日的祈祷迄个敬拜，嘛是足重要。咱平常时咱较有会兄弟可能较暗时较少出来，但是即个特别的祈祷会，特别来邀请你来。我嘛咧鼓励咱这较少年的讲互相受招呼啦。讲我若较长辈较无方便来讲，我来甲你载安尼大家相载。毋茫讲迄天的祈祷会，真正会当感动你的心，会当甲主耶稣同受苦，迄个同过我的感动才会出来。所以请大家会记得拜5暗。拜5暗8点开始，咱做伙来参加这个祈祷这个敬拜搁来第3项要甲咱提醒，就是讲，咱后礼拜干那一场礼拜尔，9点才开始所以望大家拢好济拢做伙来咱联合礼拜感觉讲人足多感觉迄气氛真好，搁有管弦乐团，搁咱的圣歌队，大家做伙学乐敬拜耶稣基督的国话迄天咱有20位感谢主，有20位的兄弟要参加洗礼，搁信仰告白，搁有儿童的洗礼，望讲咱来甲因做祝福。我也要邀请讲，咱的遮个要受洗，搁信仰告白的兄弟，咱要伫拜6，即礼拜拜64月19下晡2点半来2楼即个会议室，咱要做一个会前的即个勉励会，搁问道理。所以咱也请长老这个时间来当拜6下晡2点半，你时间会好势，我会搁另外联络，但是若有互你知影，望会当来甲遮个咱的遮个新洗礼会友来甲因勉励就对啦最后一项就是拄则有讲到这个凤山体育馆要举行160周年的纪念礼拜，咱因为总会在催咱的名单就对啦伊讲咱台南中会爱报名800个，咱已经听到报名讲1000几个啦，意思讲超帮我加在我有甲报备讲咱要80个，但是我讲的讲80个，只若报过60几个尔，我安尼名单无够闹开所以今仔日若无报咱就要取消名额就互别人所以若是要参加6月15的迄个160周年的感恩礼拜去屏东，要去凤山的即个体育馆，咱若无超过20个要请遮游览车，这游览车足歹请若无超过，咱都要协调咱开轿车去所以若是有要参加，真正都要今仔日都要去签名咱会当附你的身份证字号，搁参你的迄个生日，因咱要保险安尼这点特别鼓励咱参加。迄天咱教会若无参加即个联合礼拜，就是咱本会有哪有礼拜就对啦两边拢有就对，用安尼甲咱做报告多谢。上营，请兄弟起立来吟上营的诗歌，吟诗煞请牧师来祝祷。人生
别牵绊。咱做伙来领受。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会听从圣神的感动，扶持甲相通，甲咱众兄弟姊妹三个弟弟，对即时直到永世大无煞。阿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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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请坐，咱来倒闭会。第一堂的礼拜到这，请兄弟互相请安。